来看去年因为鸡卵真欠缺咯，所以卵价是起价真悬。最近因为卵已经真充足咯，卵价就一直落。市场嘛已经有人卖到1斤哦，才25块尔。市价协会跟农民是批评讲，农业部无管控进口的生卵价的总量。也毋过农业部是表示讲，主要是最近哦，消费者买了较少，官人就会改善。 民众去到市场买鸡卵，落甲满满一地，讲即嘛价小真正变价有够俗。现在什么都涨，只有鸡蛋它有降，我还觉得蛮惊讶，我们的用量还蛮大的。反正将新的价小牌换起来，白卵1斤是29块，甲去年欠卵的时阵1斤爱85块比起来是差真多。不过反正讲价小有变较俗，起草煞无较好。不管是天气热还是怎样，买气也是差呢，就是买气差，它才会一直降啊。 根据资料显示，目前国内鸡卵的产地价销是1斤24块半，大麦价销34块。原来上新的鸡卵产销资讯显示，逐日鸡卵的产量是12万5千箱，已经超过国人逐日需要的12万箱。鸡卵的产量严重超过需求，市价协会认为，甲去年农业部大量增加进口鸡的数量有关系。 农业户的，就是咧惊讲扯蛋的时，伊唔知系各工鸡，准目前啊。 33万只啦，啊！你若想一天啊33万只就出来，惊死人呢。鸡啊，蛋鸡这个畜牧登记证拜托管区拢暂时，包括更新的拢暂时紧冻掉中华农民表示，进口的鸡补出来了后，卵价上低，致使鸡卵的产量超过需求，应该爱来补助淘汰进口的鸡啊。因为农业部是认为鸡卵的价销会变较俗，是因为民众的需求无遐多。冬天有禽流感。 你需求的时候，你把种鸡都杀掉、淘汰掉，一下子想要有新的小鸡、种鸡也来不及。种鸡这边也要配合在减量。目前的状况纯粹都是消费市场比较萎靡。农业部表示，伫咧今年7月就已经淘汰超过220万只产量较少的鸡母，而且有超过目标的数量，建议业者爱自主来调节生产的数量。也预告鸡卵产量上济情形，伫咧寒冷民众的需求增加了后，就会慢慢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